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一看烏克蘭戰場上也有什麼變化。今天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第1422天，也是烏軍進入庫爾斯克的第528天。前線總共發生了159次戰鬥，其中26次在波克羅夫斯克方向，34次在胡里亞波爾方向。烏軍第13叫哈爾季亞作戰旅已經控制了庫皮揚斯克市議會大樓，他們與庫皮揚斯克戰術小組一道，完成了對該市的清剿工作。該軍團還發布了由烏軍戰士通過頭盔上的 GoPro 拍攝的視頻，展示了短兵相接的戰鬥。在波克羅夫斯克和米爾諾赫拉德，俄羅斯無人機攻擊員，也就是這個飛手正遭到烏軍的搜捕，兩地均已發生城市巷戰。過去一天，俄39支無人機小組被殲滅，45架無人機被摧毀。烏軍擊退了俄57次進攻，俄損失365人，其中66人在波克羅夫斯克。烏軍繼續控制着波克羅夫斯克北部和米爾諾赫拉德的大部分地區。俄烏雙方在前線目前變化並不是很大，戰線仍然十分膠著。俄烏雙方無人機導彈互相襲擊也是越來越激烈。烏克蘭無人機襲擊俄羅斯羅斯托夫市主要工業設施叫恩皮爾斯工廠，引發爆炸與火災，油罐正在燃燒，鐵路側沿線基礎設施起火。俄羅斯防空系統曾啟動攔截部分導彈，疑似出現誤射，也是不僅沒有射中烏克蘭的無人機目標，反而還打中了俄羅斯自己的軍事設施烏克蘭第1020防空導彈炮兵團創下單夜擊落24架沙赫德無人機的記錄，也就是至少從側面說明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這種無人機轟炸也是越來越猛烈在防禦戰中烏軍無人機系統部隊發揮了重要作用。烏軍總司令謝爾斯基上將本月初發文稱，去年12月烏軍無人系統部隊消滅了3.3萬名俄軍，相當於俄羅斯國防部1個月的招募人數，這個都是用無人機消滅的而且這個數字僅僅是通過視頻確認的俄軍損失，俄軍實際損失會更高。以羅伯特馬扎爾人布羅夫迪為首的烏軍無人機系統部隊成立17個月以來，總共執行超過了83.2萬次作戰任務，摧毀了超過16.8萬個俄羅斯目標，總價值估計約為20億美元，包括50238名俄軍人員，532輛坦克，7697輛車輛裝備，5548輛摩托化裝備，約2500門火炮和榴彈炮。此外，烏軍無人機系統部隊還遠程打擊了俄羅斯境內超過350個重要目標。無人機在烏克蘭戰場上，尤其是防守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個2人組成的無人機小組就能控制相當廣泛區域，彌補了烏軍步兵不足的短板。最重要的問題目前依然存在技術限制，一名無人機飛手只能控制1架無人機。全世界最頂尖的 AI 公司正在幫助烏軍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讓一名無人機飛手一次控制多架無人機，如何讓無人機即便是在遭遇強烈電子干擾的情況下，也能實現發射後不管的自動尋找並摧毀目標。這個烏軍的無人機部隊成立17個月，也就是1年半不到，取得赫赫戰功這個不用懷疑因為咱們以前介紹過，烏軍的無人機部隊它是按照遊戲那個積分機制你炸一輛坦克積多少分，炸一輛裝甲車積多少分，炸死一名俄兵積多少分，都是遊戲積分制然後算積分，最後把這個積分要兌換裝備和獎勵。謝爾斯基說我們仍然站着，我們的士兵正在竭盡全力投入戰鬥，給佔領者造成了最大的損失，並在2025年使敵軍傷亡達到了41.8萬人以上。與此同時，在2025年，我們成功的將自身人員損失減少了13%。這是雙方在戰場上一些情況。我們再看看外交以及國際援助。先說說烏克蘭國內這個澤連斯基任命的國防部長，還有這個原國防部長轉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能源部長。
這個任命啊也是一波三折，好像第一次投票在最高拉达呀没通過，第二次投票通过了，这個反而是個好事啊。也就是澤連斯基雖然現在在戰時權力很大，但是他也不是隨心所欲，也就是最高拉達依然對吧還可以制約他，這個反而是個健康的機制。這個烏克蘭新任的國防部長叫費多羅夫啊，就是他第一次投票就沒通過啊，第二次通過的。他在第二次投票之前啊，說發表了這個施政報告嘛。費多羅夫說啊，我們將找到資金來增加對軍隊的財政支持。他闡述了國防部長一直的優先事項，目標是改革、清除紙上軍隊老式做法、官僚主義盛行以及前線部署失敗。這個費多羅夫說，主要是反腐敗。他是當國防部長啊，這第一個。第二個，進行軍隊改革，改善前線基礎設施，根除謊言和腐敗，以反腐為新國防部的基礎，使烏克蘭成為第一個能夠利用人工智能預測和抵消敵方攻擊的國家，改變軍事人員訓練制度，確保無人機旅的基本人員配備水平，建立指揮官透明的職業發展路徑，生產烏克蘭防空系統和自己激光制導火炮，尋找更多機會來改善軍隊財政和社會保障。失敗者將被淘汰。費多羅夫強調說，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費多羅夫呢？首先啊，他非常年輕，這個跟俄羅斯一對比啊，俄羅斯的國防部長別羅夫索夫雖然是個經濟學家，但是年紀很大。這個也不是說年紀大就不好啊，但是對目前這個世界，別羅夫索夫好歹叫老登啊，那個費多羅夫啊才30多歲啊。他以前當數字化部長，也就是搞人工智能這塊，烏克蘭的無人機生產跟他有莫大的關係。正因為他有這個成就，對吧？澤連斯基才把他安排為國防部長。那實際上預示着啊，這個未來的戰爭啊，它的走向和過去完全不一樣。至少說明，對吧？未來無人機、人工智能在戰場上發揮着更重要的作用。得無人機者得天下。剛才咱們也介紹了希爾自己說的，對吧？這個馬扎爾鳥無人機團隊成立17個月就取得那樣的戰績。關鍵俄羅斯也很重視無人機啊，俄羅斯要成立一支是8萬人還是40多萬人的無人機部隊，所以雙方啊都明白未來戰爭走向取決於無人機，取決於人工智能。那這個時候費多羅夫來當國防部長就恰如其分，因為他懂啊，他是專業人士啊。費多羅夫還跟馬斯克關係不錯啊，對吧？他有成功經驗呢。現在烏克蘭2025年好像是400萬架無人機吧，那跟他都有關係啊。讓費多羅夫當國防部長，說明烏克蘭更加重視無人機，要引領，對吧？接下來的這個戰爭。前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呼籲暫停大選，主張應優先處理戰事及國家核心議題。他表示啊，當前重點應是鞏固國防，維護語言文化，推進加入歐盟以及北約的進程。同時要求議會明確聲明，唯有在戰爭結束後方可舉行合法選舉，戰時任何選舉均無效。這個波羅申科啊，建議是戰爭結束以後才能舉行總統選舉。這說明什麼呢？烏克蘭的前總理季莫申科被國家反腐敗局正式指控試圖賄賂議員，包括以現金換取選票或改變立場。突擊搜查的錄像顯示，他的辦公室有美元等物品。目前仍在議會任職的季莫申科稱這些指控荒謬。為什麼說這個季莫申科和前總統呢？波羅申科呢？你看烏克蘭國內啊，這個局勢也比較有意思。澤連斯基他安排的任命的這個人選呢，第一輪沒通過，第二輪再通過，說明烏克蘭國內的局勢啊也比較微妙。對澤連斯基來說啊是個考驗。我們都希望啊烏克蘭在取得勝利之前，對吧？最好不要進行這個首腦的更換，就盡量不要進行大選。如果大選的話，這個很有可能啊，把烏克蘭國內啊這個族群被撕裂，因為他這個大選又不能像俄羅斯那樣，像普京手拿把掐，对吧？選舉只不過是個過程。我記得卡德羅夫和這個佩斯科夫都說過了，費那勁花錢耽誤時間，不如直接宣布，對吧？普京當選更方便直接。所以說啊，但烏克蘭的選舉不可能像俄羅斯那樣啊，那是真要選的，那很有可能雙方就得攻擊互相，這不就是這種團結的抗擊俄羅斯的這個局面就要被破壞嗎？互相還是指責，而普京就想看到這一面，對吧？就想等着這個狀況出現。我們再看看歐盟啊，歐盟今天已正式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創紀錄的900億歐元貸款，600億歐元貸款將用於軍事支持，300億歐元將用於經濟援助。歐盟的外長卡拉斯表示啊，我們對烏克蘭的支持是長期的。今天我們提出了一項決定性的900億歐元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軍事援助和預算支持。
支持，它将為烏克蘭提供抵禦俄羅斯所需的軍事支持，同時維持烏克蘭的醫院、學校和公共服務的正常運轉。我們還保留使用滯留在歐盟的俄資產的選擇權。什麼意思呢？實際上，這個用於軍事支持的600億歐元，其中大部分將用於從歐洲製造商採購武器。該貸款由歐盟共同債務擔保，僅在俄羅斯支付賠償的情況下，烏克蘭才需要償還。歐洲議會對此就是在下周進行批准。這就是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900億歐元。這個歐盟的外長卡拉斯還說歐盟正推動對俄羅斯的第20輪制裁方案，誓言要施壓，促使普京認真對待和談。當地時間1月13日。根據美國政治新聞網援引歐盟外交官與官員的消息報道，歐洲多國政府正呼籲歐盟領導層任命一名代表，負責與俄羅斯接觸，在俄烏衝突相關談判中維護歐盟的利益。3名消息人士透露此項旨在防止美國背着歐盟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的提議，以獲得歐盟委員會及法國、意大利等多個成員國的支持。報道指出儘管美國此前主導的談判已陷入僵局，近幾周法國總統馬克龍與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已公開呼籲應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建立外交溝通渠道。與此同時，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質疑歐洲領導人對美國版和平方案的潛在貢獻，稱考慮到他們的態度，歐洲方面難以帶來積極影響。這個佩斯科夫說的對實際上歐盟要派一個專門的代表，要參與到這個和平進程中，也跟俄羅斯談判，實際上就是防止特朗普欺上瞞下，對吧？從中亂傳話渔利。歐盟直接跟俄羅斯對接，這個說來說去就是這個仗還要打到底。歐盟就是這個態度。2026年900億已經到手了，後面27年又是900億，正在醞釀之中，沒有停手的意思歐盟駐烏克蘭大使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他說本周俄羅斯對烏克蘭全面入侵跨越了一個令人震驚的里程碑，1418天。今天這場戰爭持續的時間已經超過了蘇聯在2戰中的戰鬥時間。當時蘇聯遭到攻擊，奮起反擊，並在西方的大力支持下，最終取得了戰爭勝利。事實上，此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蘇聯佔領了包括我的祖國在內的半個歐洲，而今天普京選擇了這場戰爭，他策劃了這場戰爭，他發動了這場戰爭，他掌控了這場戰爭。4年過去了，究竟俄羅斯所得幾何？普京試圖展現實力，並且常常成功的散布虛假信息，甚至能影響到對西方的受眾。當他的體制正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西方絕不能被普京的虛張聲勢所蒙蔽。現在絕不是烏克蘭屈服的時候，對俄羅斯的持續施壓，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政治壓力，都會奏效。歷史已經證明，當民主國家保持團結時，帝國主義的戰爭終將失敗。這是歐盟駐烏克蘭大使專門發布的一個文章。那這個北約秘書長呂特他說俄羅斯在對烏克蘭戰鬥中每月損失2萬至2.5萬人。呂特表示俄羅斯的重大損失表明烏克蘭軍隊的防禦能力十分強勁。如果將這與20世紀80年代阿富汗戰爭相比，當時俄羅斯在10年內損失了約2萬名士兵，如今他们僅在1個月就損失了同樣多甚至更多的兵力，就看俄羅斯能不能扛得住吧。我們再看看英國英國現在動作不斷了。歐洲媒體報道說英國可能利用俄影子艦隊的石油支持烏克蘭。倫敦不僅考慮扣押俄羅斯所謂的影子艦隊的油輪，還考慮出售沒收的石油，並將所得款項用於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正在分析該方案的法律可行性。这个所谓的正在研究和分析實際上是給底波老人一個心理建設，一個緩衝期，也就是先告訴你一下我要把你的影子艦隊那油輪沒收，油輪裝的油呢直接賣了，這個錢捐給烏克蘭，對吧？你做好心理準備，就這個意思其目的是在削減俄預算的同時，利用受制裁的石油為烏克蘭提供資金。你說這個此消彼長，對吧？俄羅斯少了一船油，烏克蘭多了一船，這是白得的錢，或者俄羅斯的船又被沒收了，扣住，這不是典型的賠了夫人又折兵嗎？這個是英國人幹得出來現在在打預防針，預計最早在未來幾天內將有2艘油輪
通過英吉利海峽，他們可能成為首批襲擊目標。該計劃能否在實踐中實施仍不明朗，因為它取決於法律和國際秩序。这個多慮了啊，英國已經找到了法律依據。不光是英國啊要沒收俄羅斯的影子艦隊和他的油輪上的油，這個烏克蘭啊也沒閒着啊，說3艘駛向俄羅斯的新羅西斯克附近的碼頭的油輪在黑海遭到無人機襲擊。這些油輪計劃在里海管道聯盟碼頭裝載哈薩克斯坦出口的石油。受襲油輪包括希臘三角洲油輪公司運營的三角洲和和諧號、三角洲至尊號以及希臘運營的叫馬蒂爾達號。初步報告顯示無船員傷亡，船只仍處漂浮狀態，未發現嚴重損壞，具體損害情況仍在評估中，目前尚無組織宣稱負責。這還用宣稱嗎？這不是對吧？禿子腿上獅子明擺着的。一段視頻顯示，俄羅斯影子船隊的油輪叫達山號，在12月10日黑海遭烏克蘭無人艇襲擊後嚴重受損。這艘274米長的船舶今日在土耳其海岸警衛隊拖船牽引下通過伊斯坦布爾海峽。大家說一說啊，這個烏克蘭相當於在黑海這兒見到油輪就打，然後呢，英國是在英吉利海峽那兒布控，對吧？你俄羅斯的影子艦隊過來就沒收。很快啊，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也會採取這個措施，就是英國你敢帶頭沒收，那波羅的海國家什麼瑞典是吧，挪威什麼的，那就不客氣啊，因為這被美西方制裁了嘛，對吧？這還是特朗普帶的頭。俄羅斯一共啊大概500多艘影子艦隊，你看這麼一兒連炸帶沒收的帶扣，這俄羅斯還有日子過嗎？我們再看這個和平協議啊，有媒體報道啊說，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正尋求盡快前往莫斯科與普京會談，以期促成烏克蘭戰爭的結束。會晤可能在本月進行，但具體計劃尚未最終確定，且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普京是否願意會面。這是彭博社報道啊，普京現在是進退兩難，戰場上無能為力，一時半會取得不了任何進展，外交上面又被人家堵死了，對吧？人家就等着你簽這個停火協議，你只要一停火，歐洲的軍隊就到了烏克蘭，美國的軍隊也會到烏克蘭，那這不是打普京的臉嗎？這就導致這叫悖論是吧？那普京更沒法停火，但是普京還沒法這個發作，因為他現在是劣勢啊，已經被憋出內傷。我們看啊，這個美國媒體報道啊，說在達沃斯會議上，美國特朗普可能將支持上周在巴黎達成的關於烏克蘭安全保障的協議，指的是如果敵對行動結束後，歐洲軍隊可能部署到烏克蘭，美國給予何種支持。歐盟國家、加拿大、英國領導人和烏克蘭總統將於1月21日參加會議，討論這一問題，也就是馬上啊，特朗普就得簽字了，你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普京和特朗普總統都不反對英法派兵到烏克蘭，那麼這後面是不是意味着有什麼陷阱？這個也值得關注啊。當然我想啊，這個普京是堅決不容許的，因為他沒有辦法自圆其說，侵略烏克蘭，發動特別军事行動，他的最主要的一個理由就是北約东擴嘛。你這一回死了120萬人，傷亡120萬人，花錢無數，闖了這麼大禍，結果沒有把這個烏軍啊去軍事化，也沒能抵禦這個北約，反而歐洲的軍隊部署到家门口了，普京怎麼交代？尤其是最近啊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從中東对吧，這個敘利亞的巴沙爾提桶跑路，到馬多羅被特朗普生擒，現在哈梅內伊又在向普京喊話，拉兄弟一把。可以說啊，普京現在在地缘戰略上面是步步收縮，他這一戰对吧，不僅沒能達到什麼揮得一拳來啊，打得什麼百拳開是吧，反而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就連這個伊朗啊，實際上對俄羅斯都不敢抱有幻想，因為他知道這個所謂的大哥，這個盟友是什麼貨色，他們之間的友誼到底值多少錢，他很清楚。因為啊，阿薩德的結局就是伊朗的結局，伊朗高層啊早就看明白了。所以說他們不敢對普京政府抱有任何幻想。伊朗國內多位親政府的記者近日報道稱，普京政府最近幾周向伊朗提供了俄羅斯制造的斯巴達克裝甲車和一些武裝直升機，以協助哈梅内伊控制國內局勢。對此，俄羅斯伊朗關係專家叫尼基塔斯馬金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儘管俄羅斯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幫助，但伊朗高層對莫斯科不抱有任何幻想。如果局勢真的變得非常危急，俄羅斯就會像對待阿薩德、巴沙爾那樣
對伊朗袖手旁觀。俄羅斯前外交官鮑里斯·班達列夫則認為，由莫斯科主導的地區聯盟一直都是缺乏實際支撐的空中樓閣。他表示無論是委內瑞拉還是伊朗，其實都不屬於俄羅斯的勢力範圍。莫斯科跟這些國家締結為某種聯盟，事實上只是為了證明，在俄烏衝突爆發後，俄羅斯在國際上並非孤軍作戰。也就是說誰還沒兩個朋友？你看看，伊朗、委內瑞拉都是我的朋友，起這麼個作用。有一說一當年阿薩德的境遇已經足夠說明一切。敘利亞舊政府跟俄羅斯的關係，這是有目共睹的遠比伊朗跟俄羅斯之間關係要緊密得多。但是當朱拉尼和他的軍隊騎着摩托車一路從阿勒颇骑到大馬士革的時候俄羅斯卻選擇了做壁上觀，果斷拋棄了阿薩德這個自己扶植了多年的忠誠的盟友，棄子止損。實際上，當烏克蘭戰場的黑洞開始瘋狂吞噬俄羅斯人的人力、財力和軍備資源的時候，敘利亞在俄羅斯優先級的清單上的位置就直線下墜。這種關鍵的時刻拋棄並不意外，而是必然。諷刺的是，巴沙爾政府垮台僅1個月後俄羅斯方面便派人與朱拉尼的新政府取得了聯繫，希望通過交易來保護自己在敘利亞僅剩的2座軍事基地。所以對伊朗來說面臨的現實是，俄羅斯可以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維持象徵性的存在，但絕不會為了保住一個盟友的江山而押上自己的國運。俄羅斯如今給伊朗也就是幾輛裝甲車和幾架直升機，以及語言上的安慰。這些東西在平息小規模騷亂時或許有用，但在政權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和廢鐵無異。值得一提的是，敘利亞發生的事情也讓俄伊之間心生間隙。伊朗人不可能忘記，當阿薩德政府垮台後，俄羅斯的官方與民間媒體是如何把鍋甩給伊朗的，也認為巴沙爾政府垮台是伊朗援助不力。他們堂而皇之地宣稱，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反恐行动早已結束，伊朗才應該為阿薩德政府的垮台負責。第二年1月份，在經歷多次推遲之後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終於實現了訪俄之行，並與普京簽署了俄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然而，相比於2024年6月那份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這份條約不論是在安全還是在經濟領域，其含金量都大打折扣。這個我們在昨天關於伊朗的節目裡面已經介紹了這個绍伊古特別強調，我們之間不涉及軍事同盟，我對你的幫助就是口頭上的聲援，不涉及派兵。實際上許多經濟合作項目基本上也是畫大餅。更重要的是，協議裡沒有共同防禦的條款。為了保住烏克蘭，為了不讓特朗普站在澤連斯基一邊，普京現在絕無可能因為伊朗而激怒特朗普，跟美國對着幹。委內瑞拉的利益，伊朗的利益，俄羅斯都可以不要參照克里姆林宮最近對美國和扣押俄羅斯的油輪一事低調反應，就足以說明很多問題。而為了給克宮找回面子，美國把油輪上的俄羅斯船員給放了，都能被某些俄媒形容成重大外交勝利。說到底俄伊關係更像是一種抱團取暖的權宜之計，而非能在生死關頭做彼此托付的同盟。莫斯科給伊朗從來不是安全承諾，而是可以隨時抽走的籌碼。阿薩德和馬杜羅的結局早已說明，那個認為背靠俄羅斯就能高枕無憂的時代早已終結。這一切都源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普京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烏克蘭人英勇奮戰，死死地拖住了俄羅斯。俄羅斯深陷泥潭，露出原形，不僅失去了敘利亞，隨後又失去委内瑞拉，現在馬上就要失去伊朗。中亞已經冒合神離，對吧？亞美尼亞已經公開要退群，這就是普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下場。不管怎麼說普京現在已經幫俄羅斯輸的褲衩子都沒了。越是這樣，他越不能輕易停火。這就像一個賭徒一樣的，輸光了籌碼，他總想着扳本，所以他肯定想在烏克蘭這邊要多獲得利益，好向俄羅斯交代，向老百姓所以他更不能輕易停火。根據彭博社報道，運載俄羅斯原油的油輪在海上堆積如山，無處可去。此前在烏克蘭戰爭後，歐洲買家紛紛撤離，印度市場曾拯救了俄羅斯的石油
由貿易，而莫斯科卻仍在努力重振印度市场。彭博社说至少有12艘满載烏拉爾原油的船只停泊在阿曼南部海灣附近，其中一些船只自12月中旬以来就一直停泊在那裡，而且幾乎每天都有更多的船只抵達。截至1月11日28天里，莫斯科出口額降至每周9.5億美元了，比截至1月4日的修正數據下降了2%，平均價格連續第15周下跌。也就是俄羅斯烏拉爾原油出口數量在下降，出口價格還在下跌，这叫戴維斯双杀俄羅斯的战争经济隨時要崩潰。我们再看看大国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根据大国海關總署2025年大國俄羅斯貿易額為2281億美元。大國海關總署1月14日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大國與俄羅斯貿易額為2281億美元，同比下降7%，比2024年下降了7%其中大國對俄羅斯出口1033億美元，下降10.4%；大國自俄羅斯進口1248億美元，下降4%。數據顯示，12月單月大國與俄羅斯貿易額為244億美元，其中大國對俄羅斯出口117億美元，大國自俄羅斯進口127億美元。這個進口的主要是天然氣也就是說2025年大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下降了7%。俄羅斯塔斯社報道，初步數據顯示，2025年俄羅斯經西伯利亞力量天然氣管道對華出口的天然氣總量達到388億立方米，較2024年增長24.8%。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表示，俄對華管道天然氣供應量已超過對歐洲國家以及土耳其供應量的總和。據悉，2025年該公司對華天然氣供應量超額完成8億立方米，也就是本來原計劃是380億，現在變成388億。我印象中說恐怕要達到450億立方米。為什麼說這個呢？河北地區農民用不起天然氣，所以既然俄羅斯對華天然氣供應量超過了歐洲，對吧？變成它最大的客戶。2027年歐洲就不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了，那大國就是俄羅斯單一的最大市場。這個時候就應該要談一談價格，讓河北的農民用得起。如果河北的農民還是3塊1毛4一個立方用不起，那你進口那麼多天然氣幹什麼呢？降到2塊1毛4多好農民也用得起。好，我們這期節目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